好朋友，大家跟我们一同大声的倒数，3、2、1，点灯。光芒花第1层、第2层、第3层、第4层、第5层、第6层、第7层、第8层、第9层，传升第1层、第2层、第3层、第4层、第5层、第6层、第7层、第8层、第9层，风帆第1片、第2片、第3片、第4片、第5片、第6片、第7片、第8片、第9片，真善人，龙其亮，龙其最亮，法船全亮，大法开船，法轮转动，请大家热烈鼓掌。好，现场的朋友，让我们最祝福的掌声。现在9个法轮正转9圈，反转9圈，象征大法转动法轮，正法正乾坤，法正人间万事平，全区亮。好，法船光芒四射，展现了礼义圆明，佛光普照，象征赞颂我们航向光明美好的世界。我们非常感谢各位来宾的参与莅临，让我们这次法船点灯功成圆满。我们希望法轮大法的法船花灯能够让社会更安定祥和，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喜悦祥和。谢谢大家。